台北车路破空案件也查出新竹县长杨文科涉嫌帮助防疫急事复工，和检方来起诉。杨文科今日强调，这复工停工拢是依法办理的。另外，新竹县进前的公务处长江良燕，奉查到讲伊厝内面有上千万来路不明的现金。那这江良燕伊是唔愿意加讲。那讲到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立法院做理会案件，后礼拜也要宣判。高虹安是强调一切以市政优先，也讲伊未来辞职。 含议员互动亲切，新竹县长杨文科伫10岁视察湖口高中校舍的工程。虽然伊伫台北天气案牵涉贪污各项防疫建设方起诉，杨文科讲，防疫案的复工停工拢是依法办理，公共安全优先。我们都依据法令的规定，都有按照我们的一些新竹县建筑物的争议的原则的方式来办理。 所以也都是以会不会影响公共公权安全之余的状况之下来考虑，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施压。检方讲杨文科涉嫌施压迄阵的公务处长江良燕，传出伫江良燕因厝找到一本藏宝图，照线索伫徛街甲因某台中的徛街这所在，找到上千万不明来源的现金。江良燕伫10岁上班，无爱加讲话。 那杨文科这礼拜用起诉，拄后礼拜24，就是新竹市长高虹安立法院助理会官司的宣判时间，引起外界联想。高虹安讲，尊重新竹县政府甲杨文科回应，伊目前是市政优先。觉得在这个活动跟行程上面，才是我身为一个市长最重要的事情。我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市政都是如常，都是照旧的，所以我一定会把市长的职务做好，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。 最近外口有人咧风声讲高虹安可能会辞职放手，不过高虹安讲，迄拢是黑白讲的。对伊家己本人来讲，伊真无想要去回应即寡黑白讲的消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